前兩日喺 IG 見到有人發起咗一個11月嘅畫畫挑戰，覺得好有共鳴。目標係1個月內訓練自己嘅持久力，堅持大概每3日畫一幅畫，而每一個主題呢，就會用情緒圈入面嘅對比色嚟創作當日嘅作品。作為一個成日都覺得生活好忙，想揾一啲動力去堅持一件事嘅人，我一見到呢，就即刻參加啦。希望月底可以見到自己嘅進步。一開始我哋要準備2個簡單嘅形板，一個係月亮，一個係月光散落喺海面嘅光影。呢個挑戰呢，其實好適合新手，因為唔需要一啲好專業嘅道具。例如我就揾咗平時搽面嘅精華同埋面霜呢2個圓形嘅物體去幫我畫個月亮。至於光影嘅部分，就可以隨心畫2條曲線，形成散落喺大海嘅光影效果。跟住我哋會開始上大海嘅顏色，先揀5隻你中意嘅藍色，深淺不一。和諧粉彩嘅好玩之處就係你唔需要追求每樣嘢都好完美同埋平滑，你用手指輕輕咁樣掃上背景顏色，由淺藍色開始，慢慢漸變到深藍色。喺呢個掃顏色嘅過程呢，你可以邊畫邊想像自己喺海邊散步，呼吸緊新鮮嘅空氣，釋放心頭入面嘅煩悶。記住，粉彩呢係要每一層疊加上去，先用淺色，之後再用深色，咁樣顏色呢先會自然融合嘅。之後我哋會用黃色、橙色同埋淺啡色去做光影。彎位同埋較下面嘅部分呢，我會掃得比較深色，營造一個前後嘅景深。近月光嘅部分呢會較光，遠離月光嘅部分呢就會較暗。藍黃色嘅對比呢係呢一個主題嘅精髓。藍色帶嚟寧靜，黃色就係注入希望嘅光芒，好似話俾我哋聽，無論夜晚幾黑，都會有光影引路。我會直接用藍色粉彩筆畫上海浪嘅條紋，至於波浪嘅頂部呢，我就會掃少少白色嘅粉彩，令到佢嘅起伏更加明顯。呢個步驟我覺得幾放鬆，因為畫線條嘅時候，你可以專注自己嘅呼吸，釋放日常嘅焦慮，同埋記得直接用粉彩筆畫嘅時候呢，要輕輕力，千祈唔好壓得太重，咁樣出嚟嘅線條呢，先會流暢同埋自然嘅。跟住我哋就會幫月亮上色。大家可以先用白色打底，然後慢慢掃上黃色，唔需要掃得好均勻，因為和諧粉彩並唔係要求大家做到完美，反而係追求一種自然感，令到你創作嘅時候都可以感受到自由。因為呢幅畫嘅主題係希望，所以我特別想加一隻船，令到成幅畫感覺好似坐住隻船向月光嘅方向前進。咁我哋會先用鉛筆起稿。cut 好咗船嘅形板，我哋就會將黃色擦走，然後就可以上淺同埋深嘅啡色。呢度嘅技巧係啡色要由淺到深，慢慢咁樣疊加上去，模擬返木船嘅質感。跟住就可以直接用黑色嘅粉彩筆勾畫返船嘅線條同埋細節部分。
記得喺船底要幫佢加返啲陰影，令佢望落係浮喺啲光影上面。最後嘅裝飾，我就喺月亮嘅左右水平位置加咗一啲波波，令到成個夜色更加浪漫。順帶一提，我啱啱去完台灣旅行，喺當地嘅文具鋪買咗一卷好靚嘅深藍色紙膠帶，用嚟做畫紙嘅框框。不過咧，佢嘅黐力咧就太強勁啦，所以我撕走嘅時候咧都要非常之小心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好易會撕爛張畫紙。第一幅嘅挑戰作品就完成咗啦。用藍黃色畫出咗希望呢個主題。如果你都有興趣參加挑戰嘅話，歡迎你隨時加入。